人生没有最好的年龄，只有最好的心态。我们争不过岁月，也跑不过时间，唯有以自己喜欢的方式过好每一个日出日落。人生要学会与自己和解，2分看透，3分释怀，5分爱自己。人生的下半场要善待自己，不生气，不取悦，不拿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，浅浅笑，稳稳的走，看淡得失，珍惜拥有，不负时光，更不负自己。生活就是这样，别人只看结果，自己途成过程。面对生活，我们除了坚强就是继续，别无选择，路可以回头看，但不能回头走。又是周末，给小孩煮了红芽芋头带去学校，留他明天吃早餐。这个过头是中国现挖的，香甜粉糯。喜欢吃粗粮的姐妹，看视频左下方链接还有就可以拍。收到货如果有坏货，一定要联系我们，给大家赔。